没人，个包点木工呢，做就做的好，我呢操劳的没干了呢，都去都是包容的呢。哎，人家我叫木那，因为不毛老师哎，就是用学的，人这种做了苦，不打仗了几哟，了开了楼，这过了这，我说那要多去多不能么，为什么觉得？啊，我蛮多，我家有把路了哩，要落山买那嘛，我嘛家把臭，其中呢比较头里边。比较头嘛，他好这些呢，有些包的店嘛，要拿中文几些呢？看那有些都找到这呢，被他给人自己都不求有呢。做错了，你要能这里去包里，多人见面几手给，谁干不了，也来路面带。